係翠林村浸信會幼稚園幼兒園陳國寶校長。我哋學校係一間基督教學校啦，希望透過聖經教導我哋嘅小朋友咧，以愛啦，愛我哋嘅屋企人啦，愛我哋嘅身邊人啦。透過將來咧，佢利用佢嘅聖經嘅知識啦，去成為佢長大嘅時候咧，成為佢嘅明燈指引佢個方向啊。咁我哋學校嘅辦學宗旨就希望咧，我哋認為咧，教學應該有教無類嘅嚇，唔應該分開其他種族啊，又或者階層咁，所以咧，我哋都好鼓勵我哋嘅小朋友啦，我哋搞咗我哋嘅雙語班啦，去設立一個嘅免費嘅國際學校，希望唔同階層人嘅小朋友都有優質嘅教育。其實幼兒咧0至6歲咧係佢嘅語言腦部嘅爆發期嚟嘅，係一個黃金期，因為喺佢腦部裏面咧嘅神經元咧係最密集，係最多嘅，所以能夠喺0至6歲呢個時候，俾一個豐富嘅語境佢咧，對佢哋學習語言，無論係母語或者第二、第三種語言咧，對佢嚟講好有幫助。所以我認為0至6歲係最佳嘅時機嚟嘅。學習語言咧係需要浸淫出嚟嘅。我哋學校咧透過遊戲啦，同埋平時同佢哋生活一齊學習。除咗佢哋教佢哋英文之外，外籍老師都會咧同佢哋一齊音樂、體能啦、食茶點啦、教佢哋排隊啦等等好多活動咧。外籍老師都全時間陪佢哋一齊，每一班一位外籍老師，所以我嗰位外籍老師咧係作為一班嘅班長裏面咧，所以佢同我哋一齊遊戲、一齊玩，去慢慢去學習。所以我哋嘅小朋友學習語言咧並非死記硬背嘅，真係透過遊戲去讓佢哋慢慢學習。比賽同埋考試其實咧都可以幫助家長去認識到小朋友佢嘅學習能力去到邊個位置啦，有冇需要改善嘅地方啦。我認為覺得只要喺嗰個比賽或者考試裡面係開心嘅、愉快嘅、冇壓力嘅，我覺得係可以嘅嚇。我都鼓勵家長都可以嘅，但係就千祈唔好或者事後有啲壓力俾佢哋啊。咁所以我就希望佢哋能夠開心愉快嘅進行比賽同考試。頭先我有講過咧，學習語言咧係需要慢慢嘅浸淫嘅，並非係催逼嘅，係慢慢從生活開始同佢一齊去學習外語。所以我哋學校除咗定期每段時間都有去學英文之外咧，外籍老師咧透過啲教具啊、一啲玩具咧去深化牢固佢嘅學習。咁同樣咧就係咧同佢哋一齊玩、一齊溝通、一齊講慢慢每日3個鐘頭，日日都有外籍老師同佢傾偈。咁我相信呢個方法咧係對小朋友係一個最自然嘅、最開心嘅一個愉快嘅學習。